顺天美术馆创办人柯宏源博士，伊是中华好美人。伊在生时阵呢，收藏真侪台湾艺术家的作品。2019年，柯家呢，把这600多件收藏捐予政府。中华管理美术馆今年就特别规划顺天珍宝等后头的展览，展览上百件对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台湾艺术品。石川金一郎的风景。但顶坡的战后，阁有北风中的菊花，100位1930年代到1980年代画作，拢是台湾药学博士柯宏源的收藏。即阵当伫咧中华管理美术馆展出。伫咧将近的80几档的这个跨剧的中间吼，来展现柯先生一世人真无私心的收藏，甲台湾这宝贝今仔日留伫这个所在，是咱台湾的公营。顺天美术馆的创办人柯宏源博士，毋但对汉药科学化有真大贡献，伊嘛是台湾美术史重要的保存者。伫1950年代，台湾也无公立美术馆的时，伊就开始收藏台湾艺术家的作品。2019年，柯宏源的后生柯照信遵照8百委员，甲600多件收藏捐予国美馆，希望众人拢会当看到这的艺术品。顺天的这一批珍宝呢，从2019年的时候。进入我们国美馆的库房，我们也一直努力的把顺天的这一批宝藏，不断的利用各样的机会把它展示出来。因为当初许宏源博士有说他说这一批的这个作品呢，是属于全体的台湾人的。因为爸爸你讲，伊袂当做什么会，但是伊爱要对艺术的中间来找出台湾历史的演变的经历，好。欢喜的时间，对迄个作品内底，会当去欣赏起来。中华管理美术馆表示，这边计共展出106件作品，包括廖继春、李梅秋、陈进、王秀英侪人的作品。透过展览，未来会当看出艺术家对台湾这块土地感情，未来嘛要互民众了解台湾美术史的发展过程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